你超级诡异耶，你有先说？我嘛唔知安怎讲。规日哦，你家己物件顾好势就对。有人要偷摕我的物件？唔是迄个物件，是属于你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家你的男朋友看好势顾掉啦。你的意思是有人要介入我跟威廉哦？哎，无可能啦！你想济啊！规日你才会记我今仔甲你讲话就对啊。叶小秋，我问你，咱是不是结拜兄弟？嗯。安尼就对啊。相信我，我绝对袂害你。讲真的啊，不管安怎，我也是要甲你讲。所有的痛苦拢只是暂时的，人生本来就是安尼。有暗时就一定有天光，暗时也过，天光就会来。之前你叫我追求小秋，即摆我甲想想，我总算了解你为虾米要安尼做。你根本不是为着小秋好，你是因为你对林伟廉早就有企图，所以你才甲小秋杀互我对无？无怪你甲林伟廉会这样子暧昧的动作。我看这一切根本就是你调讲实的，对吧？我知影真介阮小秋啊，毋过你都无勇气去追求伊，我互你意见，结果你继续徛伫咧遮，讲遐有诶无诶，那安尼迄就是你诶问题啊！啊，你要甲我讲诶话就写，讲煞袂？那你我用走？我介意小秋，我唔追求伊是已经有介意的人啊！我知我安尼做真公真无胆，唔过爱我去抢别人女朋友，这条我真正做袂到。你敢知你即马安尼做？你是完全你伤害欺骗一个信任你的人，你等于是咧伤害小秋对你的信任，你知无？小嘛有甲我讲，虽然伊甲大姐感情上好，不过你敢知伊上崇拜的人是啥？是你啊，二姐。你常常咧讲伊二姐，那头壳人生得又较水，定伫我面头前婀娜你，而且伊对你讲的从来拢毋捌半句怀疑。这件代志伊嘛有甲我解释。你讲你原本要牺牲家己的名声，去成全伊甲林伟廉两个人的感情。不过，即摆我甲看起来，我真正已经分袂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的啊！所以二姐，我拜托你，甲小秋是一家人，是相亲的人，我拜托你，莫伤害伊，莫辜负伊对你的信任，好无？